兄弟姊妹平安，咱这时咱来开始今仔日的大祭礼拜。我阁看见别个天使飞伫天中，有永远的福音通传，互点伫地里的人，也互逐邦国、逐种族、逐户腔口、逐样百姓。伊大声讲，着敬畏上帝，将荣光归互伊，因为伊审判的时到啦。也着拜迄个创造天地海以及遮个水泉的。这是咱的吟圣诗，圣诗242首。我的目睭要举目来望山，请起立。我
咱用主所教示咱的主祷文，咱三甲来祈祷。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阮的人，无得带阮入敌市，就去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这说咱要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必列刀刃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就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要来启应，启应文第60篇啊，也是哥林多前书的13章。我来会晓讲人的语言，甚至天使的语言。若无仁爱，我就亲像罗底弹，拉拔底遐。我若有传达上帝信息的文书，为了解逐款的奥秘，甲逐款的知识，我若有教业的信心，通移山倒海，若无仁爱，我就无路用。我若摕所有的财产去救济，也是献身躯互火烧，若无仁爱，对我拢无利益。仁爱是宽容。仁爱是慈悲，有仁爱就袂嫉妒，袂夸口，袂骄傲，袂做见笑的代志，袂求家己的利益，袂快生气，袂扣分，袂爱不义，只有爱真理。仁爱会包容一切，对一切有信心，对一切有盼望，对一切有耐心。一声仁爱永远存在，传达上帝信息的文书是暂时，讲言语的文书会无去，知识嘛会无去。咱所捌的有限，咱传达上帝信息的文书嘛有限。毋过，迄个完全的一个来，迄个有限的就消失。我做囡仔的时，讲话亲像囡仔，意见亲像囡仔，想法嘛亲像囡仔。当我已经成人，就将囡仔的事拢放下。咱现在亲像照镜在看，模模无明，将来会面对面看清楚。我现在只有知一部分。将来会完全了解，亲像上帝完全了解我。
一声，安尼信、望、仁爱这三项永远存在，其中上重要的是仁爱。咱这是三甲来祈祷。主爱特别，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不管伫大角落、伫厝里，还是伫阮的工作的职场，阮拢会用透过线顶一齐来敬拜你。这完全是出自你无限的恩典，真做你的囝儿，搁较是出自你主爱的拣选，毋是看阮家己的才能，也毋是看阮所做的事是偌好，一切拢是你的恩典。阮只有来到你的面前，谦卑来祈求你，谦卑来敬畏你。阮搁较喙唇要来学乐你，要来感谢你。主，阮对5月15一直到7月26这段时间，阮台湾进入防疫的第3期的境界。主，阮看到一开始对700多人一直到昨降来8个人来感染这个疫情。主56天的时间，阮看到主你奇妙的圣手伫台湾大来做工。主你的大开力的双手来保护台湾这块土地。你也知台湾伫国际上阮有侪外交上面顶的困难，伫阮肺炎的这个预防下，阮要来得到非常的困难。但是阮看到主你是伫旷野开道路，伫沙漠开江河的主。伫这个困难的中间，主阮也感谢你来想述台湾有9个的这个肺炎的预防车，互阮伫全民全百姓会用伫即几天互阮照着预防车的这个注射互阮来得到抵抗。主，阮知你伫大水泛滥的时，你犹原坐咧做王，耶和华坐咧做王，要直到永远。耶和华要赏赐开力，互伊的百姓。耶和华也要用平安赐福伊的百姓。主，阮看到你对阮所应允的，阮真正看到你伫台湾这块土地，你来掌权，你来做王，你也将真大上大的快乐甲平安，拢来赐福台湾这块你所疼的这个土地，甲遮的百姓。特别伫疫情的中间，有真侪人伊的工作受到真大的影响的威胁，有侪经济来无法度来度过的时阵，主，阮恳求你对天赏赐到业的金钱互遮的因为疫情受到损失的人。主，阮只有不断来仰望你，因为你伫以色列伫旷野的这40年，你每一天降落吗哪来养起遮的百姓。阮相信，伫即时你也要降落你的吗哪，互阮每一天因为你，阮来得到帮助。阮特别了为着遮的弱小的教会，主，阮恳求你来赏赐因教业的金钱，互因伫即段时间无得影响到教会正常的运作。阮也要将阮的肢体亲戚兄脚主者因伫复原的过程当中，主，恳求你犹原来顾守因，来保守因。阮也要为着河南兄弟，伊伫马街病院即阵咧治疗的当中，主，阮恳求你的神，你的意志拢临到伊的身上。那为着子父职事，主，伊因为工作爱去到大陆迄个所在，主，阮恳求你来保守伊伫外国出入拢会用得到你的看顾甲平安。阮将阮的祈祷摆在你的面前，恳求你来通来听，来恳求你将阮所献的即个祈祷的祭。芳芳的祭，拢得到你的感动，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咱要来赞美，咱要来看咱过的进前圣歌队的历史的学乐的这个影片。
今日咧唱的歌是稳定的路，家己伊稳定。这是咱来共读圣经。今日的经文有3位。第一位是哥林多前书13章的第1节，第二位是第13章第8节到13节，第3位是希伯来书的第1章第7节到14节。我先来读。
哥林多前书13章第1节，我设使为讲人甲天使的言语，若无仁爱，我就听做响的铜器，弹的喇叭。再来第8节甲13节，仁爱永远袂无去，若是先知的质要废无，遐个言语要煞，知识要废无，因为咱所知的无完全，做先知嘛无完全，完全达到，无完全的就废无。我做囡仔的时，讲话亲像囡仔，性情亲像囡仔，意见亲像囡仔。已经成人就会无囡仔的事，因为咱搭对镜在看，无明。但是到迄时就当头对面，我搭所在无完全，到迄时就知，亲像我互主知一样。现今所存的就是信、望、仁爱这3项。其中第一大个是仁爱。第3位圣经伫希伯来书第1章第7节到第14节。论到天使，就讲，互伊个天使做风，伊个彩鹰做火焰。若是论到囝，就讲，上帝啊，你个座位代代伫地，你个国权柄是正直的权柄，你爱公义。怨恨不发，所以上帝，你的上帝，用欢喜的油抹你，赢过你遮的重担。佮讲，主啊，起头的时，你下地地基，遮的天也是你的手所做的，因要灭无，独独你久长伫地，因拢要亲像衣服渐渐旧。你要将因卷起来，亲像外衫，亲像衣服，因就要变换。独独你原在是安尼，你的岁数也无强进。上帝捌对打落一个天使讲：坐我的大饼，听候我下你的对敌，做你的脚头椅。因兼毋是拢做采用的神，奉车来服侍得要得救的人吗？圣经读到遮，愿上帝祝福听伊话语的人。今日讲道，咱要请张牧师，伊的讲题是天使。有一届同心，咱做来祈祷。现在，至圣的上帝，创造的主宰。今仔日，愿甲全台湾的基督徒，甚至全世界上帝你的百姓，做伙伫遮，用阮的诚实甲心灵起祭坛。来敬拜、来尊重、来朝见上帝你的面。阮相信，毋若是伫地上，就是伫天顶，也有千千万万的天军天使，做伙甲阮来学乐上赞上帝你的伟大。你创造天地以及一切万物，你创造天使，也创造互阮有上帝形象的人类。主，阮伫即个所在，要献上阮的感谢。要反正阮的祈祷，主愿真正亲像生活对所言，阮行伫稳定的路悬顶。虽然人生的道路有时会跋倒，有时看袂清楚，总是上帝你一步一步的引带。这个是一个听的道路，是一个充满盼望的道路。求你帮助阮，互阮忧伤看路变喜乐，互阮惊吓变快乐。因为上帝你诚做阮的倚靠。也因为上帝，你有差遣做天使，围围伫阮四周围来保守拯救阮。就阮头前所要拄着一切代志，阮无惊吓。主啊，亲像哥林多前书所讲，人对上帝你的认捌，目前是无明。阮所知的，先知所知的，阮所传达的，拢是有限的。完全的若到，迄个无完全的就会无。求你接纳阮对上帝你无完全的了解，伫圣神的帮助下面，互阮伫迄个无完全的中间，有缘淡薄会通看出上帝你的奇妙，上帝你的疼痛，上帝你的恩典，也因为安尼，
知影上帝你一路引带阮，互阮伫听的内底来成长，伫听的内底甲上帝你三结连，求你悦纳阮的敬拜，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是咱即几工已经有小可有好消息。对5月15，几百个人到今仔日剩个位数的确诊，总是咱指挥中心也一直来提醒咱，也袂当松懈，因为病毒也伫咱的四周围。所以伫疫情的中间，我想咱大家拢有一个警觉，就是我爱较注意一下，若无必要，我无要出外。我若出外，我大概做好我家己本身的防疫的措施，这是咱所听好做的。另外一方面，咱也毋望其他的同胞共款活伫即个社会，每一人毋望即个疫苗的供应有够，咱尽量赶紧去打疫苗。毋望即个规个社会疫苗的覆盖率若到一个程度，会通达到群体免疫的能力。我相信咱教会打疫苗的覆盖率可能会超过即马咱的社会，咱的讲即马超过20%。我相信咱教会因为长辈真侪我敲电话咧问真侪人也已经拢拍迄个疫苗拍了，第一剂拢已经用了吼。所以咱大家真配合中央指挥中心，毋望咱大家赶紧会通甲即个疫苗会通来施打。我想基督徒除了疫苗，也是咱家己本身的防护以外，咱一定拢会祈祷，为着咱的囝儿，为着咱家己，为着教会，咱所听的遐姊妹，上帝求你来保守、来保护。诗篇46篇讲，伊要做咱的溃力，做咱患难中及时的帮助，做咱的避难所。毋知你捌想过讲，上帝敢有派一个守护天使来保护我？我敢有个人专属的一个天使天使咧保护？咱知伫天主教方面对即个守护天使，因敢若伫新教内底较罕咧讲到即方面。我最近咧想讲，守护天使，这天使伫圣经内底到底是甚物款的角色？当然我会想到即个题目也有个人的因素，因为迄阵阮住伫洛杉矶就是天使之城啦吼，天使的城。咱也有时伫咱的社会，咱真感谢这个医护人员，因敢若是白衣天使做一个。伫咱周围，甲咱维护的人，即个邮差啦，等等，咱讲伊是绿衣天使。佫一个真个人性的原因，就是阮住落 Orange County 有一个职棒，就是叫做 Angel 吼，天使队吼。天使队最近有一个真出名的明星吼，是日本人大谷翔平。即礼拜拄好看到美国的职棒伊咧。举行一个明星赛，全垒打赛，即个大谷翔平，即摆你若注意看，咱的体育新闻，定定会出现伊，因为伊即摆已经破纪录吼，拍到即阵已经拍出33支的全垒打，即个也是一个真趣味的代志。阮伫迄个所在讲，天使是阮迄阵大local的一个队。想我做伙来甲。我家己也毋是非常清楚，圣经内底讲到天使，这天使甲我到底是甚物关系？这是我今日的主题，要甲大家做一想的。人拢会想象天使，大部分人拢想讲有2支翅啦吼，女性可能较侪，嘛有迄个囡仔吼，我还佫有其他的一寡图，敢若无秀出来吼，敢若天使就是生做即种款式，总是确实，敢有人看过天使？旧约内底有哦，旧约内底真侪所在，伊毋是叫做天使，旧约较侪用耶和华的使者。咱即摆咧读创世纪，创世纪真侪所在讲耶和华的使者出现，对某人讲话，对某人讲。我毋知影当时这不管是亚伯拉罕还是夏甲，因看到，因哪会认出讲即个是耶和华的使者？圣经无互咱真侪资料。总是圣经真直接就安尼写，像创世纪16章，讲耶和华的使者去拄着夏甲，
因为伊离开迄个阿伯拉罕的厝啊，伫旷野的时，耶和华的使者去拄着伊，去找着伊。伫阿伯拉罕伊要献以撒的时阵，讲耶和华的使者对天甲伊叫叫伊讲毋通下手。伫以撒的身上，我已经知影你疼上帝赢过疼你家己的囝。台语的圣经两位拢写使者，总是你若看华语的圣经，后壁迄句翻译做天使。耶和华的使者对天叫阿伯拉罕，伊讲我伫遮，天使就甲讲你毋通下手伫以撒身上。所以天使甲耶和华的使者，我想是相通的啦吼即个。伫先知册、伫士师记，真侪所在拢讲到耶和华的使者。到伫新约，大部分伊就用天使吼亲像路加圣诞节的时，咱定来讲到即段的圣经，主的天使徛起伫因的身边，伫遮个各样的人的身边有足侪荧光各样人真惊的时，即个天使甲伊讲无得惊，我报恁大欢喜的消息。讲了后，后壁忽然间有侪天兵甲迄个天使，所以伫迄个旷野出现的是一个天使甲一队的天军天兵做伙伫遐来讹落上帝即个就是会通看见天使甲上帝使者合咧用。所以咱一般来讲，伫希伯来文、伫希腊文，迄个上帝使者 messenger， 迄个原来有是上帝。传达上帝信息的人即个是天使，伊咧传达上帝信息。上明显是伫诗篇103篇23、20。即个诗人讲，恁遮有大关联，所以天使嘛有关联因的任务就是听上帝的声，来行上帝命令因去行的事，来成就上帝的旨意。所以这是天使伫即个诗人内底安尼来描写如果你若去甲查圣经我看关系讲天使大概有3个称呼啦3个称呼拢无出现几摆。第一个是基路伯，基路伯出现较侪遍，创世纪第3章就出现。即个亚当甲夏娃受赶出埃甸王的时阵，上帝派基路伯来固守迄丛活命树。基路伯佫较接出现是伫约柜，咧做约柜的时阵，上帝命令摩西做约柜的时阵，你伫迄个约柜的悬顶爱有2个基路伯，伫迄个中王室热面来表示上帝的存在是伫天使基路伯2个天使的位类的中间。另外一个咧称呼天使叫做撒拉佛即个咱就知影，敢出现2解尔，伫以赛亚第6章。即个以赛亚伫圣殿看见迄个上帝阳光迄个宝座的时阵，讲有这个撒拉佛，有这个天使，迄是一种什么款的存在，什么款的形体，咱无真清楚。总是有2位写讲，这叫做撒拉佛。抑阁一位咱常常会听到的，就是万军的耶和华。为什么叫做万军的耶和华？耶和华有军队有军队，敢若有一个天使迄种的团体伊是统领这上帝周围这属灵的创造物。所以咱甲看起来，圣经你若甲研究起来，敢若这天使拢有家己独特的任务基路伯你就是伫天使上帝的周围固守这个活命树的撒拉佛也是讲伫启示录内底，这天使因有无共款的任务有名，毋是干那天使长叫做米迦勒，咱还佫一个叫做加百列，加百列受派去甲迄个撒加利亚甲讲，你甲伊丽莎白要生行色的约翰，所以天使有名敢若因为咱看见米迦勒叫做天使长，咱就想讲天使无一定有迄种层次的分别，有迄个权力较大的，还是权力较小。咱咧讲城市的守护天使伫但以理12章第1节，
就互你感觉，迄时保护即个城，你的百姓，台湾话叫做大灵军美加力。若是中文圣经讲，保护即个城的百姓的天使长美加力要徛起来，伫大困苦的时阵迄时即个百姓记伫千年的百姓会受到拯救。所以伫即个中间，咱知影天使毋是单一的存在，可能是有无共款的职位、无共款的名，无共款的团体。最后天使什么款的工课呢？如果咱来甲查起来，诗篇有几个上帝对咱对即个有肉体的有上帝形象的被造物，你甲我。伊讲妖坏使者伫敬畏伊的人的四围杂营来拯救因，这个是伫诗篇34篇上帝的使者，所以伫咱的四围有上帝的使者，有天使杂营来拯救咱。91篇安尼讲上帝吩咐伊的使者，伫咱出入内外的时阵，一路来保护咱，所以伊是保护，是保守。上时你若看撒迦利亚第1章第9节，当先知毋知影讲伊领受到是甚物款的信息的时，伊甲即个天使，甲即个使者讲：你甲我讲这是甚物代志？甲我讲的使者就甲我讲，我要指示你知，即个是甚物。所以伫旧约的时阵，即个天使嘛做指示先知的工课。伫新约咱讲指示大部分是圣神的工作，但是伫旧约的时阵，天使嘛咧指示讲，你着安怎行，你着安怎做。伫新约的时阵，有时嘛还佫有咱肯定会看到，天使咧做侍奉，主耶稣基督嘛侍奉咱。咱伫马太第4章，当耶稣伫40天伫旷野受试炼，魔鬼离开了后，圣经讲有天使来侍奉伊。今仔咱所读的上宝贵的一个应允，就是互咱知影，希伯来书1章14节，伊讲这个天使是上帝差用的灵啦吼，上帝差役，伊奉差要来服侍得救的人，咱这得到救恩的人，拢有天使伫迄个所在的保护。所以我真紧甲看过讲，伫迄个新约中间，咱讲有几项天使，大部分拢记载伫福音书，耶稣又讲到天使，伫福音书中间也有足侪所在咧讲，耶稣的降生是天使来预告，耶稣伫痛苦、伫试炼、伫艰苦的时阵，即个天使来侍奉、来安慰。国外信息嘛是天使保护即个妇人人，到最后较侪是伫启示录。启示录有足侪描写伫末世，也是讲即时上帝互即个约翰看见的异象，讲伫天顶即个天使咧做甚物款的代志？这是今仔日我要甲大家做伙想的。咱真紧来回顾伫新约中遮的撒迦利亚是行说咧约翰的老爸，伊伫圣殿咧任职的时阵，有天使甲伊讲伊丽莎白恁无偌久会有一个婴仔会出世。伊甲阿伯拉罕同款讲，我已经老，伊丽莎白嘛已经非常老，哪有即个代志？甲讲话迄个是叫做加百列啦。加百列讲，我就是加百列，徛伫上帝面前。即个天使，我奉差来甲你讲即个消息。所以天使预告行说咧约翰会出世，天使预告玛利亚，甲伊讲你得要生的要称做成是上帝的囝，因为上帝所讲的话无一句无力。天使来甲玛利亚、甲撒迦利亚来报这个信息，总是报这个信息，拢需要时间来印证，拢要经过一段怀孕的时间，然后到伊出世，所以这个是需要信心来领受这个天使的信息的。天使甲各样的人，这咱头先有讲过，我是真趣味，就是有一个使者甲这个各样的人讲了后，忽然间，佫有一大队天兵甲迄个天使做伙伫遮来讹落上帝，所以咱会通看见迄个情景大概是安尼。圣经内底写讲有2届，上帝特别差遣天使来服侍主耶稣。第一届就是伊要出来传道以前，
伫旷野受试的时阵，伊40天无食，伫迄个所在，到最后，伊甲撒旦讲退去，因为照圣经记载，只有一位主敬拜上帝，独独互西伊尔尔。魔鬼离开了后，讲有天使来侍候伊，到底安怎侍候也无写真清楚。第二遍，主要所需要天使来帮助是伫克西马尼，当伊非常痛苦的时阵，求上帝讲哪会当，请将即个杯离开我，总是照上帝你的意思，毋是照我的意思。对安尼，路加讲有一个天使对天出现来壮伊的力。连最后所伊道成肉体用人的身份的时阵，嘛需要天使来帮助，来壮伊的力。所以我相信，今仔日伫咱面对一寡试炼、忧胁，还是你非常艰苦、灰心丧志的时阵，上帝到今仔日一定有缘会找见天使来侍奉咱。咱并毋是孤单去面对这一切。遮个其他各外一个时阵，咱知7日的头一日，拢是天使甲遮个妇人人讲，伊已经无伫即个所在，来天使报主各外信息。然后咧，福音书了后，伫使徒行传内底有2、3位也记载天使做的工课。一位是记载伫使徒行传第10章，即个是对传福音真重要的一个突破。即个初代的基督徒，即个耶稣的门徒，因也受到传统的约束，因无认为讲福音是会通传到外邦的。总是迄个时阵，有一个迄个哥尼流是罗马兵营，是一个外邦人，伊是咧敬畏上帝，伊咧祈祷的时阵，使徒行传10章第30讲，伫异象中，就是敢若咧做梦，还是讲魂游向外，伊明明看见有天使来就近伊。然后，予伊一个真清楚的指示，甲伊讲哥尼流，你的祈祷已经到伫上帝面前得到接纳，总是你也需要人去帮助你，去了解上帝救恩。迄个指示非常的清楚，你去到约帕，伊毋是住伫约帕，伊就需要行1天的日去到约帕，去找迄个一个叫做彼得西门彼得的人，伊即马住伫约帕一个反配师傅西门的厝，迄个厝是伫海边。我天使指示非常的清楚，你去找伊来，伊要甲你讲，上帝的救恩怎样通过即个弥赛亚耶稣基督，毋是干那互犹太人，嘛互所有敬畏伊的人。然后即个介讲话天使离开了，哥尼流即时马上顺服伫天使的启示，去找人来帮助，也为着安尼福音开始传到外邦。今仔日我相信。当咱伫人生的道路中间无清楚要安怎时，上帝有缘会找人、找天使来启示咱，你为倒一个正确的方向去来得到帮助。抑佫一位伫使徒行传是天使特别出手来援救、来救援彼得的。咱知彼得互希律掠去伫监狱，伊过顿工想要掠伊出来审问的时，迄暗。有主的天使，甲已经困去的即个彼得，甲伊叫醒，徛伫伊的边头，讲你起来，我要带你离开即个监牢。彼得伫迄个情形内底迷迷糊糊，伊毋知影天使所做是真，掠出讲我是咧做梦，也毋是。直到伊受带出离开迄个防守真严密的监狱了后，伊才知影讲，上帝竟然找见天使直接来拯救他，所以这个是使徒行传的内底的记载。你可能会感觉讲那安尼除了这记载以外，耶稣敢捌讲天使？耶稣有几摆有讲到天使？这个也是伫马太26章53节。当耶稣伫克西马尼园要互掠去的时阵，彼得也倒起来想要甲遐要掠伊的人请拼。耶稣甲伊禁止，伊知影伊照上帝旨，伊爱死伫十字架顶。总是伊甲彼得讲一句话，讲：你想我敢袂当求我的爸，为着我找见10年以外的天使来嘛？耶稣好像透露了一个信息，讲：
天使敢若嘛有军队的组织的款的吼。咱即马对12赢一赢啊，一个输，咱拢有迄种观念，是毋是天使也有即种的组织？这咱都毋是真清楚。耶稣好像有透露了一点迄个信息。嗰日耶稣也佫有讲到几摆拢会，互咱有一寡了解。伊咧讲到将来新的天、新的地，当主再临的时阵，末世的时阵，伊咧讲人袂佫死，因为因信主的人、国外的人属上帝的，诚做上帝的囝儿，因要亲像天使，袂佫死。啊，即句话互咱知影讲，天使是毋是亲像咱人共款？咱会通活100岁、120岁啊，有一个寿命。天使无寿命，它是永远存在的。这是耶稣伫讲话中间咱透露出的信息。所以耶稣讲几句拢是讲到将来再临末世时，伊讲世间的路尾要安尼，天使要出来，伊要对义人甲歹人的中间，甲伊分别出来。上帝差遣伊的天使，伫正百姓、正民族的中间，义人甲歹人的分别。天使要做即种的即个工课。伊再临的时阵，有天使甲伊三甲做伴吼。人子用白荧光，甲遮个圣的天使来的时，迄个情形。所以伫末日天使会甲主耶稣做伙来显现。帖撒罗尼迦前书，甲后书拢讲两解，拢讲共款。到最后扫角咧弹，有天使的声，已经死的人会佫活起来。帖撒罗尼迦后书第1章第7节讲，主要说要甲遐有权力的天使，伫火焰中对天显现。即个是互咱真清楚讲，耶稣再临毋是单独的，是有天使甲伊做伙来显现的。初代教会安怎看天使？即个也是趣味的一个问题。我咧看初代的信徒，因犹太人的背景，递到互因感觉讲，天使是上帝的使者，是一个信使。所以上帝有啥物信息要传达，无直接安尼来讲。我会安尼讲，是因为司提反的讲道，司提反伫《使徒行传》第7章，伊咧对遮犹太百姓咧讲道的时阵，伊安怎讲？伊讲即个人，伊咧指摩西啦吼。伊咧讲摩西就是迄个伫旷野的会中，伫西奈山甲上帝面对面的，总是甲伊讲话是天使。对伊讲话天使，以及列祖三甲伫地，伊得到这天使将上帝教命、上帝律法传互咱。所以司提反敢若认为讲，今仔咱的旧约这律法，咱这犹太人咧遵守的诫命，上帝是借着天使传信息互摩西，然后摩西才传互咱的。到希伯来书，我看伊的意思嘛是共款安尼，因为对天使所传的道理，对天使传互摩西的旧约，这个道理是坚固的。咱若去犯到这个律法，拄着刑罚，迄个是应该的。所以到伫希伯来书，伊嘛感觉即个到伫新约的时阵，天使也扮演传达上帝诫命的一个使命。咱佫倒转来讲原来的原因，个人有没有守护天使吼？城市有一个守护的天使无？无真清楚，总是吼对耶稣讲即句话吼，可能是有，我毋知你安怎想。当耶稣对伊的学生讲，恁都爱真谨慎哦，你毋通歧视人，毋通看见遐自利水一个，你不要去歧视遐弱势人，不要去看人无起啦。因为我甲恁讲，因的天使伫天里常常见我伫天里的白面。所以，这敬畏上帝的人，上帝有天使在守护他们。他所遇到的事情，天父借着这，伊会通了解。所以，我想咱讲到这，咱能确定上帝保护，伊差遣天使来保护咱，这个是确定的。天使代表是咱看袂到，
总是伊有能力通来影响咱的生命，来保守咱，来支持咱，来提醒咱即个的存在。所以我无把握，毋是真清楚讲每一人拢有即个守护天使，总是会通确定的。我读这个圣经了后，认为讲有上帝有差遣伊的使者伫咱周围来固守咱，也望会通引带带领咱人生的道路。今仔日的圣经，你若甲读起来，事实上你知影讲，伊要来说作者，伊要纠正当时教会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初代教会一部分人开始咧拜天神。哥罗西书2章18节，讲无得互人抢恁的报赏。迄个异端去到教会内底，因故意谦卑去敬拜天神。我靠因所看见的，照因肉体的心智，干那咧碰风。伫咧讲我比恁较虔诚，我毋是干那敬拜上帝耶稣基督，我嘛咧拜遐天神，这是一个错误的。所以咱今日咧读希伯来书第1章，咱为第7节开始读，总是你为头前遐看，伊讲耶稣基督是诚侪比这天神较大的，伊合伫伊所承接的名，是比天神佫较尊贵的。因为上帝毋捌对天使讲：“你是我的囝，我今仔日生你。”上帝毋捌甲这天使讲：“我做恁的爸，恁做我的囝。”当伊带大囝，当主耶稣基督道成肉体来到世间的时阵，上帝这天使拢着敬拜伊。所以，干那敬拜上帝，耶稣基督，毋是爱敬拜天使。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你若看第1章、第2章，大部分拢咧讲即个代志。论到天使，伊是上帝差役；若是论到囝，迄个无共款的存在。伊的座位、伊的国权柄是永远存在。伊强调基督比一切受造物，包括天使，佫较超越。所以我想咱知影，上帝创造毋是干那咱看见即个地球有形物质。以及你甲我有肉体，伊嘛有一个创造是属灵的受造物，是做伊的天使，做伊的车使，是天迄个上帝使者，才会人方便去传达上帝信息，听上帝命令，成就伊旨意。当然，咱今仔无机会通讲天使对落有对落的天使，这咱后摆有机会咱做伙来想。我要讲的就是安那天使甲我有啥物关系？我最近读这了后，我相信上帝今仔日有缘会借着各种方法，不管是梦也好，不管是真正用某人来对我讲什么话，伊会差遣伊的使者，将伊爱我知的代志传达给我。然后我嘛望咱今仔日要学习一个功课是，我嘛会通诚做上帝使者，我会通讲出天使的言语，就是上帝爱我去传达、去关心的。就算咱讲伫旧约中间有一寡上帝予咱的信息需要时间去印证的，譬如讲撒加利亚，譬如讲即个玛利亚，因听到迄个信息了后，经过一段时间印证，然后知影即个是上帝传达予我的信息。有一寡是听到是马上爱行动的，哥尼流。彼得因领受这信息了后，马上用信心，哥尼流马上派人去约帕去找彼得来帮助你，是用行动来印证。我今日要甲大家学习的就是第一遍，好好来读哥林多前书13章第1节。保罗伫迄个所在咧讲，我设事为讲人甲天使的言语，是咱当然要讲人的言语啦吼。当然有一寡迄个聋哑人士可能较无法度通讲话，所以咱大部分拢会晓讲。无共款的腔口，人的言语咱拢会晓，总是天使的言语咧。我相信保罗咧讲这时阵，伊咧肯定，其实你甲我咱拢有可能会通讲天使的言语，总是遮个要讲出遮个话来，爱用听做咱的基础。伊肯定讲，你甲我有上帝形象的，咱会通讲人的言语。总是咱嘛会通讲天使的言语，
要讲这个代志，放伫心中的疼来发出，迄才有意义。若无就无意义。那安尼咱要学习，就讲我要安领受天使的言语，我要安怎去讲天使的言语，我要用启示录天使所咧做一寡代志，来甲咱做学习。学习天使的言语，大概有5方面。第一方面就是学乐。启示录5章11节，使徒约翰看见迄个异象，伫上帝座位的边仔，这画面甲长老以及侪千千万万的天军，因所咧做，因咧讲的言语就是：迄个受胎羊羔应该得到权能、富有、智慧、气力、尊贵、荣光甲学乐。即个是天使伫天顶所咧做工课，将来咱伫天顶嘛要做这个工课，总是咱毋免等到将来。伫即马即个时阵，咱所对上帝感谢、颂赞、学乐，就是甲这个天使共款。咧讲天使言语是上帝所欢喜、所爱悦纳的一个事项，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就是学这个天使，咱的祈祷嘛，亲像天使用香炉请到上帝的面前。启示录第8章，约翰看见讲有一个天使是徛伫迄个祭坛的边啊，伊手提金香炉，啊有侪香来请出来，啊甲遐个正圣道的祈祷，啊请到上帝的面前，来学乐、来尊重、来互上帝欢喜。天使摕迄个香炉，就是你甲咱正圣道的祈祷，也是天使的学乐、天使的祈祷。即个是咱会通对天使来学习因的工作，伫上帝面前来显现咱的祈祷。第三项就是伫启示录第10章第9到11节，约翰讲我迄时去就近一个天使，伊甲迄个天使讨讲迄本细细的册，请你互我。总一个天使甲讲，你爱摕去食伊，你爱甲即本册食落去腹肚，即个册要互你的腹肚苦。总是你若无你喙内咧会甜，要亲像蜜。所以约翰伊真正就对迄个天使手摕迄本册来食伊，伫上帝册内底。伊愈剥愈感觉迄个真甜蜜，吞落去，伊的腹肚开始有迄个苦出来。迄个天使甲伊讲，安尼你开始会通参悟来论起侪百姓、侪邦国、侪腔口、侪君王的事。像你认为咱今活伫即个世代，上帝的话语对咱即个世代伊的心意到底什么款？需要咱食伊的册，需要咱伫即个圣经的研读的中间，用上帝眼光来看这个事，这个邦国将来变什么款？这个侪乡口、侪民族、侪百姓，这个君王起起落落，到底上帝对咱的世代有什么款的心意？这需要咱亲像这个天使所启示的，将伊的册食入去伫咱的腹肚。来了解上帝的心意。咱要学习天使言语就是传福音。启示录14章，约翰讲：我阁看见别个天使飞伫天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互地面的人，伫逐邦国、逐种族、逐乡口、逐样的百姓。你会注意到，他主要都一直在讲全世界的宣教。不管什么款的乡口，不管是什么款的种族，天使讲要敬畏上帝，将荣光归乎伊，因为伊审判的时到了，要敬拜创造万物的主宰。这是天使咧做的工课，也是咱伫咧传福音的时阵，咱是咧讲天使言语，咱爱怎样做甲天使共款，传永远的福音，互踮伫对面的人，是天使工作。嘛是你甲我的工作，最后就是怎样做一个侍奉的灵啦。伊要来说，1章14节讲，正天使拢是侍奉的灵。
伊是奉差遣来服务遐个要承受救恩的人。上面这段圣经，互咱感谢上帝，是上帝有差遣做一个天使，不管是你看会到、看袂到，伫咱人生的道路来帮助咱、来侍奉咱、来做咱的帮助呢，咱就有真侪遮个上帝差来天使。总是咱嘛来学习，我亲像天使一样，会有学乐，会有祈祷，亲像伫天顶的天使共阮献互上帝。另外，毋茫咱伫传福音，伫对上帝话语的了解，也是对天使安慰、鼓励、侍候迄个伫试炼中、伫苦难中的人，来诚做亲像天使的款式，诚做其他的人看会见、感受会到的天使。咱毋是干那蒙恩得救的人。咱嘛会通对天使有所学习，咱就用今仔日即个圣经来做金句，做咱的结束。即个是诗篇103篇20到21节，伊讲到天使，总是嘛得讲到你甲我。伊讲，恁遮有大权能的天使，听伊的声，听伊的命令的，拢着学到耶和华。你甲我，咱遮做伊的正军兵，做伊的车使，行伊所欢喜的。咱着学到耶和华，毋茫咱也诚做天使行列中间的一个，做伙来祈祷。主啊，感谢你，互阮通过你的应允，知影你不三时伫阮周围，拢有差遣你的使者来围内保护、指示、引带、安慰阮。阮也会通诚做即种的角色，伫即个世间来扮演。上帝你所要用的使者，直到阮将来去到永远的国度，参与伫千千万万天军天使的行列，阮有缘要做学乐、祈祷、传福音，遮天使的工课，直到永远。感谢你，互阮通过今仔日的即个信息，会通有所学习。奉主的名来求，阿门。咱来吟回应的诗歌，圣诗528首，528首。我随话讲万国的语言，咱要来吟第1节、第2节、第6节甲第7节，咱请起立来吟。诚济，咱只是来奉献。咱奉献的是咱用事先咱来准备一个传扬的信封，
当礼拜定暑假放的时阵，咱将咱的金钱放伫咱所准备的专用的信封内底，伫有来方便摕来教会交互即个干事。第二项咱能借着咱银行的汇款，汇款的方式咱的户头是第一银行南门分行。后面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台北南门教会，咱的账号是17210108282，请汇款了后，甲办公室黄干事来确认至咱奉献的征信的部分咱现金咱现金的奉献伫主日中昼12点半咱来截止，来银行汇款的部分，咱伫礼拜五下晡3点半银行关门的时咱来截止。伫这期间，咱所奉献的金钱咱会伫后礼拜的这个周报，咱会用来摊出来来做家己姊妹来征信好，这时我来报告。第一项咱防疫的这个境界第3级咱要一直到7月20日这期间咱有缘用这个网络直播的方式咱来做礼拜。咱8点半是华语，10点半是台语的礼拜。请兄弟会用平板心来参与伫这个线顶的礼拜。即期间，咱所有的服侍由办公室今日非常感谢谢立荣谢老师来苏琴的服侍。第二项咱伫即期间，咱有一个团契会伫线顶用 Google Meet 来做线顶的聚会咱请各团契甲恁的即个会长来联系咱能来。知影讲恁聚会要安怎来上即个线顶来聚会基石团契咱的社青咱能来参与伫基石团契社青的基石团契是7点半礼拜六的7点半咱的学青咱能参与伫即个7点半，我那是拜六下暗的7点半伫这是青年团契少年团契伫礼拜日的10点半咱的主日学伫礼拜日的10点欢迎咱的兄弟甲咱的即个团契的负责人来联络。第三项，咱第3季的即个指标若是还未送来办公室的，请恁能紧的甲恁的即个聚会的内容甲即个主理的人拢送到办公室。第4因为疫情的关系，咱来停止即个实体的礼拜。伫台北中会当中有真济较小型的教会因为停礼拜就无奉献的收入所以因伫即个经济上面顶发生有一寡淡薄困难所以咱南门教会特别拨20万来协助即10间教会毋茫咱伫即个主内咱伫即个特别伫即个困难的时阵，咱用来分享上帝的恩典，嘛，互咱南门教会成做一个天使，成做一个帮咱的人第具体的关怀咱要为着咱的兄弟姊妹来祈祷钦基兄已经出院伫厝咧休养河南弟兄即阵伫马街病院来接受即个治疗然后即个咱特别为着祖父老师来祈祷伊因为工作关系，伊必须去到中国厦门迄个所在为着伊伫中国大陆伊的工作、伊的身体伊逐项来求上帝来保守甲带领。再来伫疫情的中间，相信真侪人无法度做生意，也是讲失业因为安尼因的经济来拄着困难咱也是知影弟姊妹有这情形也是用互即个办公室，也是互阮牧师知阮的
紧来提供即个协助。大岛的事项，且为着疫情了后，咱全世界的经济会用伫即个安全的原则的下面豆豆来恢复。第二，为着疫情的中间，咱来为着较小型的教会、较弱势的家庭来带导。第三，伫最近天气真热吼，所以咱会用尽量避免伫即个日头足炎的时阵吼，咱伫即个伫遐来工作，为着必须伫即个日头遐尼大的时阵，伫外面来工作的劳工吼，咱来祈祷。牧师有要补充无？好，咱即时咱来吟落尾的诗歌。圣诗568首，我有保护者伫身边。咱且起立。受上帝祝，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特别上帝无限无条件的听他，圣神的保护、恩赐、祝福，甲咱正大家三一个，对即时得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密道散会。